不管会使讲是咱台湾的重金属音乐，结合到鼓、鼓吹等等的乐器，像在伫咧庙会还是传统戏曲的后场演奏，拢看得到。也毋过现代社会接触的人少啊，台北有100多年历史的国强乐园，和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合作来举办八馆体验，就民众做伙来学八馆欣赏八馆音乐。听古典的总指挥，民众唱体操和鼓吹弦啊互相配合，伫咧体验以外八馆演社台北强乐园结合草稿场的剧场成员合作扮演韩信奔波。台北强乐园自日本时代1913年成立到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是大稻埕8大演社之一。31接受台湾新文化运动馆的邀请，来举办八馆体验活动。我们的这种年龄层来讲，可能比较没什么接触啊，所以就是你大概知道，可是你不会去知道说啊这个是怎么演奏的。等于说今天这个机会就蛮有趣的。台北强乐园是传统艺术部新文化资产保存者，目前正式的学员有30多人。八馆会使讲是台湾的重金属音乐，常在配合歌戏、布袋戏等等传统戏曲的后场演奏，也是宫庙灶头日的时嘛听得到。为着要甲八馆这项传统艺术传承落去，台北强乐园时不时有开课教学，等有侪少年家加入。下海城隍庙，伊这个月拢咧办迄个文化祭啦，就是城隍爷的生日安尼，所以迄个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就找阮强乐园来做一个。要推广啦，就是互大家，互一般的人熟悉八馆。我伫学八馆的时阵，我会感觉说啊，我学的物件真正是用台湾的生活、台湾人的思想，所以你甲我互我就有遮地气嘛，地气的感觉，足实在的。强乐园表示，无论喜事丧事，拢听得到八馆音乐，而且这嘛是早期先民留落来娱乐文化。也毋过，即马工商社会接触的人少啊，嘛定系因为毋知要安怎欣赏八馆音乐。强乐园嘛希望加透过这款体验活动，互民众对台湾土地音乐产生兴趣，进一步愿意了解斗阵传承。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